佛教法相學會由佛教中人尊稱羅公嘅羅時憲先生同埋韋達、梁忍庵、林潤根、姚繼華、黃慶虎、霍韜晦、李潤生、鄧以年、葉文意、高永霄、溫祖賢、張志良同埋申仕超等13位學生同埋士賢於1965年成立，開香港居士弘法嘅風氣。羅公喺學會成立嘅時候，言及法相學會嘅宗旨，佢話：民國後由國人所主辦，研究佛家教義為主之學術組織有3：一、民國8年，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之支那內學院，附設法相大學，對大乘教義之展揚及造就佛家人才上貢獻殊多。2、韓清正在北平創辦之三時學會，亦附設研究院，推廣大乘教理，與歐陽竟無並稱大家。3、即今日成立之法相學會，本會宗趣雖為研究佛家教義，然不必以純粹之宗教團體出資，蓋大乘法相學義理精微，於學術上總有其地位，而足之容人所窮索者也。故本會宗趣實以遠紹拿爛堂子及慈恩子之講學作風，更繼支那內學院諸君子之努力，而發揚佛家大乘法相之學。歡迎各位嘉賓、各位會友，今日嚟臨今日嘅素宴。大家好，我係明慧。剛才大家睇過學會嘅60週年短片，有咩感覺啊？好感動，裏邊有好多好珍貴嘅回憶。60年，哇！一個甲子嘅歲月，學會走到今日，全賴一眾嘅前人帶領我哋同埋無私嘅奉獻。我哋感動之外，亦都特別感恩。更要感恩嘅係今日有大家喺呢一度同我哋一齊為學會慶祝。今日我哋嘅節目好豐富，我閒話少講，立即開始我哋重要嘅項目。依家用熱烈嘅掌聲，請佛教法相學會主席麥國豪先生上堂，同大家分享佢嘅心聲。各位法師、各位大德、各位董事、各位同學、各位同修，我謹代表佛教法相學會衷心咁感謝各位嚟臨今晚嘅素宴。60年一個甲子，對於任何人、任何機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藉此殊勝嘅時刻，喺各位前輩面前咧去致辭咧，實屬榮幸。但係咧，亦都愧不敢當，所以我哋今晚請咗一位特別嘅嘉賓同大家致辭。我諗大家都係好想見到一樣，聽到把聲。有請羅時憲教授。
各位法師、各位同修、各位法友，今晚可以用呢種特別嘅方式同大家聚埋一齊，見證法相學會踏入第60個年頭，內心真係好安慰。雖然我已經離開咗大家30幾年，但係睇到學會喺歷任會長嘅帶領之下，由李潤生教授到龍永陽居士，由趙國深校長到陳雁之教授，再到而家嘅麥國豪先生，一代傳一代咁傳承住弘揚正法嘅使命，我真係好安慰。60年前創立法相學會嗰陣，我心入邊有個好簡單嘅願望，希望可以喺香港呢片土地上邊，為佛法嘅研究同弘傳開闢一個清淨嘅道場。當年同梁忍鏗先生、韋達先生、葉文義女士、霍韜晦先生、李潤生先生、高炳業先生等等各位同道一齊創會嗰陣，我哋都好清楚呢條路唔容易行。我哋要承繼支那內學院嘅學風，喺一個商業繁忙嘅城市入面，為佛學研究同修行實踐揾到立足之地。回望呢60年嘅歷程，我好感動學會所取得嘅成就，特別係近呢10年嚟喺資訊科技嘅浪潮入邊，學會冇閉門造車，而係積極擁抱新時代嘅弘法方式。睇到法上 YouTube 平台上面好多講師嘅精彩講座，題材豐富多樣，令佛法嘅甘露可以流向更加廣闊嘅人群。呢個正正係我當年所期盼嘅闡揚佛學、育財利世嘅體現。我非常感謝呂榮光先生數十年嚟一直護持法相學會。我要特別多謝陳廷華基金會、鄭家誠先生、麥培貞先生等等各位護法嘅慷慨支持，正正係有咗呢啲善緣嘅匯聚，學會先可以喺弘法嘅道路上面行得更穩更遠。佛法講因緣和合，學會嘅成長正正係無數善緣聚集嘅結果。我都要特別提到我個仔羅德光，30幾年嚟，佢一直喺學會默默奉獻，承擔住各種責任。做爸爸嘅，我為佢嘅堅持同付出感到好驕傲。佢唔單止延續咗禪修嘅傳統，更加係學會發展嘅重要支柱。法相學會嘅特色呢，一直都係重視經教嘅研究同學術嘅探討，但係我哋從來都冇忽視修行嘅重要性。正如我生前成日同學人講嘅，解行並重，福慧雙修，呢個先係佛法修學嘅正途。睇到學會到而家都仍然保持住呢樣傳統，定期舉辦禪修班，講授戒學課程，每個月誦戒法會，我好安慰。佛法好似大海咁，需要我哋世世代代嘅人去探索同埋傳承。60年嚟，法相學會培養咗無數嘅弘法人才，佢哋喺各自嘅崗位上面發光發熱，將佛法嘅智慧傳播到社會嘅各個角落。呢個正正係我哋創會嗰陣嘅初心。展望未來，我希望學會可以繼續喺現代化同傳統之間揾到平衡點，亦要善用科技嘅力量，
令更多人可以接觸到佛法，同時都要保持法相將一貫嘅學風，嚴謹自學，解行並重。願我哋嘅學會可以喺新嘅時代入邊繼續做正法嘅明燈，指引住眾生行向覺悟嘅道路。最後，我要向所有為學會付出嘅同修們表達最深嘅感謝。無論係歷任會長嘅辛勤領導，定係每一位講師嘅精心教授，或者係默默支持嘅義工們，都係學會可以行到今日嘅重要因緣。願佛法長存，願法相學會會喺未來嘅歲月入面，可以繼續弘揚正法，利益眾生，成就更多嘅善緣。多謝大家。好多謝主席為我哋安排一個咁特別嘅支持，亦都多謝AI 羅公提醒我哋要成立法相學會嘅初心，我哋要成日記住啦。我哋睇睇入邊有一個菩提葉嘅書籤，裏邊咧印有法相學會嘅創會格言啦，就係多聞薰習，如理作意啦。大家台面咧都有好靚嘅花束。總共咧係有12棵小花，係以平等作為一個主題。但實在佢哋每一棵小花咧都有各自嘅特色，係象徵住我哋所有嘅同學喺學會裏邊咧係平等付出，大家都互持法相學會呢個大家庭。今日慈氏文教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長、慈氏學會黃元章導師光臨，同我哋一齊慶祝法相學會嘅60週年，我哋以掌聲歡迎黃元章導師上台致辭。各位善知識，大家好！我謹代表我本人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學會，衷心祝賀法相學會成立60週年紀念。法藏高樹，法古頻類，法語普施。羅公一生嘅道德學問咧，相信咧唔需要我多講，係令人敬仰。高山仰止，頃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係咧，我更欣賞咧，唔係淨係佢嘅道德學問，而係佢做人，佢嘅人生。佢人生，我最欣賞咩咧？2個字：自在。佢時時同我提起太虛大師。羅公特別提到慈氏宗、慈氏學，即係你全莊大師所傳之學咧，唔係淨係法相唯識，仲有般若學。當然止觀啦、戒律啦、因明啦都有。羅公咁受人尊重，亦都係因為佢自己以身作則，回向羅公喺兜率來院度咧，好快就成願再來，利益有情，利益眾生。多謝大家，多謝黃導師。跟住落嚟會為大家致辭嘅就係顯空法師。顯空法師係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嘅創辦成員，擔任中心總監接近10年，現時係中心嘅高級院士。法師亦都係覺醒心靈成長中心嘅住持，同時亦都係香港佛教聯合會常務董事。請顯空法師。麥國豪會長，各位諸上善人，大家晚安。我有機會喺度同大家講兩句説話，其實係好感恩同埋珍惜嘅。頭先我覺得羅公嘅 AI， 即刻想講就係，羅公好耐冇見，你能夠喺兜率天落嚟轉個圈，正。感恩到今時今日，法相學會由歷來嘅會長帶領之下，今晚60年之後，還是人才仔仔。會見到羅公嘅 AI 嘅畫面，證明咗呢個雖然60年嘅會係不斷喺度進化同埋進步嘅。咁所以係我相信，就算係羅公喺度都好啦，佢都
都唔錯，都幾好，做得唔錯咁。我記得阿羅公就同我講過一句説話，就係呢張書籤。譚博文啊，其實學佛就係兩句嘢嘅啫，多聞薰習，如理作意。呢句真係阿羅公同我講啦。因為我哋學佛修行或者做人咧，其實係冇呢個知識同埋智慧咧，係好難喺人生裏邊活得好同埋活得開心。多聞薰習，慢慢喺自己嘅身心裏邊熏染咗嗰啲教法。咁多聞薰習係其實點樣做呢？就係要如理作意。我哋點樣睇個世界？喺我哋普通人嚟講呢，就從自我嘅執着、自我嘅見解睇個世界。如果你想學佛呢，就要如理，如佛教嘅道理，如佛教嘅知見去睇個世界。作意就係我哋點樣去用心。我哋點樣去用心，我哋就睇到啲乜嘢嘢。如果我哋從佛陀所講嘅角度啊、唯識嘅角度啊、緣起嘅角度去理解世間嘅時候咧，先至叫做如理。理就佛法嘅道理，你用如法嘅道理去睇個世界咧，你先至係學佛，你先至能夠感受法到嘅佛法嘅滋潤。好啦，咁我講到呢度咧，大家如意吉祥，福慧增長，早成佛道啊！希望呢個法相學會繼續有60年再60年，直至到大家都無上菩提。多謝，好多謝顯空法師。我哋跟住落嚟咧，請麥國豪主席同我哋介紹一下佛學選講。請麥 Sir。法相學會咧係以經論講授為使命嘅。近年咧，頭先講過啦，開始咗佛學選講呢個系列。咁喺網上咧就能夠突破咗時空嘅界限，等大家可以咧理解一下，隨時可以學到佛學啦。咁累計咧，大家可以見到啦，已經講咗咧944集，時數咧係484小時。呢個咧係有賴全部老師咧無私嘅奉獻，學會深表感恩。我諗咧好多來賓咧都未見過呢班老師嘅，因為佢哋係喺個畫面嗰度咧未必出樣啊。咁所以咧今次藉住個機會咧，我想介紹俾大家。咁如果咧老師係喺度，同埋咧係方便嘅話咧，可以起身，咁等大家去見識一下，睇下個樣。好啦，首先咧係黃慧儀老師。黃慧儀老師咧，佢係講教外別傳嘅，佢係最多講課嘅一位老師啊。下一位咧係陳浩恒老師，佢講咧係華嚴宗嘅思想啦，就華嚴同大乘方等大集經嘅。跟住係梁樹華老師，佢係講係金剛經淺釋同埋法句經，同埋咧佛說無常經嘅。咁係余子夏老師，余子夏老師咧，佢係四種攝事同瑜伽菩薩戒嘅。仲有係鄭子薇老師。佢係講咧比較淺白㗎，就係由業果輪迴去到阿賴耶識啦，佛教點樣睇生死啦，天台宗啦，同埋佛典中嘅譬喻嘅。咁係跟翻咧我嘅姓名啦。咁有一位叫慈氏行者，我諗大家都好想知道係邊位㗎，就係顯希法師啊。佢係曾經幫我哋講過咧《大乘起信論》同埋42章經嘅。然之後係朱元學老師，係啦，佢講《摩訶顯寶嚴經》嘅。跟住係朱雪愛老師，佢出名嘅個名字咧就叫做慧謙，就講《楞嚴經》嘅。我哋法相學會咧比較少人嘅講《楞嚴經》，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嘗試嚟嘅。好啦，跟住係向瑞平老師，向瑞平老師嗰邊嚇，佢講係《瑜伽師地論》嘅6度9相嘅。跟住係李秀芳老師，佢講係《妙法蓮華經》同埋有關嘅普門品嘅。吳炳榮老師，炳榮老師咧係好出名咧，係佛教與科學㗎，佢係將咧佛教咧好現代化咁樣咧介紹俾大家，同埋講下科學嘅關係。係啊，跟住係吳傑珠老師，係後邊。吳傑珠老師係勸發菩提心集嘅。係啦，跟住姚文敏老師，佢嘅出嘅名咧係直願，係講唯識種子學説嘅喺前邊。跟住咧係耿龍英老師，咁係講四聖諦嘅。咁就係我本人啦，我係講真言宗綱要嘅。陳心田老師係啦，係講一起走進唯識嘅成唯識論啊。
係多謝陳新平老師。然之後咧係黃燕峰老師，黃燕峰老師係專係講咧佛教同心理學嘅，多謝黃燕峰老師嚇。跟住咧係葉麗娜老師，佢出嘅名係道成，佢講咧係修行解脫之種性同埋咧係資糧嘅。然之後趙錦峰老師喺邊啊？係啊，我哋嘅副主席，佢係講咧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啊，佢好多人咧係好熱切期待呢部經嘅。跟住係劉雅詩老師，係啦，劉雅詩老師咧係專係咧講係女性同埋咧世界各地嘅佛教，俾我哋咧一個更廣闊嘅視野嘅。然之後話咧係鄭慧儀老師，佢出嘅名咧係道儀。尋日咧佢嘅心經咧又再上載咗啦。鄭慧儀老師我講多兩句咧，就係佢係好認真，好認真，4、5稿咁俾我去睇嘅。好啦，跟住係黎錦和老師係咁咧，佢係講咧密教講習同埋菩提心論，佢專講咧係密教有關嘅內容嘅。跟住蕭華啦，蕭華咧遠道喺南非過嚟。係啦，幫我哋咧係講禪宗5家公案嘅系列嘅，多謝阿少華老師。跟住係羅偉輝啊，咁我哋好熟悉叫佢做輝仔啦，因為佢應該係最後生嗰一位噶啦，所以佢講嘅係善財童子嘅參學啊，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善財童子嘅榜樣。以上就係我哋所有嘅老師咧，就喺依幾年裏邊咧所講嘅，就講咗咁多嘅課程。咁希望咧，如果在座大家，我次次都係咁樣呼籲噶啦。如果法相學會嘅朋友啦、同修啦，係可以有時間去講課嘅話咧，可以聯絡我啦，或者其他嘅成員。咁我哋咧可以安排一下，因為咧網上係唔會咧有時間嘅限制，咁等大家可以咧多聞分集啦。多謝大家。多謝麥家豪主席，多謝眾位老師喺法相學會舉辦過無數嘅課程啊、班組啊、小組啊咁，其中有啲班組咧係好長情又好長青。咁點樣為之長情咧？1年唔係，2年唔係，5年唔係，10年唔係，10年20年。到今天都仲咁活躍，哇！犀利啊！嗬啊咩班組咧？我哋嚟揭曉羅公信箱嘅投票啦！大家睇到啦，係咪啊？第一題問題係點解會推崇瑜伽菩薩戒呢？得票係15。第二條有冇修禪定嘅秘訣呢？得票係24。第三條明明身外有物件，點解話唯識所現呢？得票係20。第四條雖然知道緣起性空嘅道理，但係仍然都會起煩惱喎，點解呢？得票係19。第五條如何修學唯識？得票係14。之後呢，我哋嚟到今晚重要嘅項目，就係祝茶嘅儀式啦。希望透過祝茶呢，讓大家一齊呢為法相學會送上祝福嘅。首先，我哋請法相學會主席麥國豪老師陪同法相學會前主席陳雁芝老師上台。跟住請副主席請羅德剛老師、趙敬邦老師、趙錦鳳老師。好啦，跟住我哋請董事岑歡華老師、陳達志老師、李國夫老師、鄭明娟老師，請歐佩儀老師、何世文老師。我可唔可以邀請大家，我哋一齊起身，我哋一齊參與我哋為法相學會祝茶嘅儀式，好嘛？好啦，我哋將個時間就交俾主席啦。祝願法相學會會務興隆，祝願香港正法久住，人人樂業安居。飲杯。祝願世界早成淨土，無有眾苦，但有諸樂。飲杯。飲杯。多謝咁多位，請來賓請坐。跟住落嚟咧，我哋請主席咧係致謝詞嘅。
各位法師、各位善長、各位老師、各位職員、各位義工、各位同學，我謹代表法相學會再次衷心感謝各位撥冗光臨今晚嘅素宴。60年一個甲子，法相學會能夠走到今日，實在得來不易。首先，我要感謝歷任嘅會長同埋係董事嘅領導同埋付出，因為佢哋嘅睿智同埋遠見，幫助學會奠定咗堅實嘅基礎，同埋建立咗良好嘅傳統。更加感謝各位大德同埋機構長年嘅護持，冇咗大家，學會就唔能夠延續到今日。亦都感謝各位老師無私嘅奉獻，年復一年咁樣講授經論。感謝所有嘅職員同埋義工默默嘅付出，承擔各項會務嘅工作。最後感謝大家同學嘅參與，使到法相學會充滿咗佛法嘅喜樂。60年嚟，我係見證咗時代嘅變遷，但係學會始終堅持一個信念，就係要謹守家風，無誤咁樣傳遞佛法，又要適應現代嘅社會，與時並進。唯有咁樣，先至能夠令到正法久住而不損減，利益更多眾生。展望未來，我確信以後嘅會長同埋董事都能夠延續羅士憲教授創會嘅精神，繼續帶領佛學會喺傳統同埋創新之間揾到平衡，讓佛法智慧之光照亮人心。再次感謝大家嘅支持同參與，祝大家身心安樂，福慧增長。最後，除咗頭先台上邊嘅董事之外，其實仲有一位董事係好想嚟到現場同大家一齊見面嘅，但係佢今日冇辦法到嚟啦。我相信大家都一定係好想見到佢嘅。咁有請趙國森校長。學會60週年嘅會慶，願大家秉承羅公弘法同埋培育人才嘅精神，與時並進，運用資訊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廣傳佛法，自利利他。並且祝願大家福慧增長，同心學道，共成菩提。恭喜恭喜！多謝主席嘅致謝詞，多謝趙校長。跟住落嚟咧，我哋呢個項目咧，就係同趙校長都好相關嘅噃。趙校長好多年前咧寫咗一首詞，就係叫《芸芸眾生》，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後來咧，佢嘅學生就揾咗 Miss Chan Chan 咧，就譜咗曲。Miss Chan Chan 話：呢首咧都係佢第一首作嘅曲嚟㗎。好，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 Miss Chan Chan。喺呢度送上我哋趙校長所寫嘅一個詞。邀請法相學會董事何世文老師咧到台上獻花嘅。多謝。多謝世文上老師獻花係特別有意義嘅。我哋頒發呢個紀念品俾義工。先請佛教法相學會前主席陳雁芝老師上台咧，為我哋頒發。我哋先請咧第一組嘅義工，班組有好多嘅聯繫啦、統籌。喺網上我哋會見到有好多嘅錄影嘅字幕咧，亦都要多謝各位義工嘅幫忙。到第二組嘅義工啦，首先咧我哋先請佛教法相學會副主席趙敬邦老師上台為我哋頒發。第三組咧，我哋請頒發嘅咧就係趙錦鳳老師。好多謝趙老師，多謝咁多位義工。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一個抽獎項目啦。我哋咧係會先抽台獎嘅，台獎嘅獎品咧係一盞好精美嘅紙雕燈喎。紙雕燈咧係贊助人精心雕選嘅，仲有後期咧我哋會加工呢盞燈咧係象徵住佛陀智慧嘅光明，同埋
慈悲嘅溫暖。呢盞燈咧係雕工好精美嘅，咁係有2個款式。請羅公權先生，幾多號啊？請問係5號嘅。5號，請每一張台5號嘅舉手。好高興有一盞燈，仲有一種幸運嘅意義，好開心。好啦，嗱，除咗呢個台獎之後呢，我哋跟住呢仲可以抽呢個大抽獎喎。嗱，大抽獎呢，我哋係要多謝林燕薇律師贊助3個大抽獎，即係頭2、3獎都係書券嚟嘅。我哋而家先請法相董事歐佩儀老師上台為我哋抽獎。請歐老師，我哋先抽座號，請歐老師抽台號啦。3獎嘅書券，2獎咧係得到呢個書券300元嘅。頭獎得到書券500元正，多謝歐佩儀老師，多謝。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同大家講咗，每一台呢，我哋都準備咗好精美、好靚嘅花。呢個花嘅設計同埋呢個今日全場嘅鮮花嘅贊助呢，係嚟自法商學會嘅會友同埋學員陳銀華女士、李雲海女士同劉國珍女士嘅。今晚宴會嘅成就實在有賴好多台前幕後出錢出力嘅朋友喺度，要多謝旅居士林、陳達志老師、陳雁之老師、鄭素貞老師同埋吳秀娟女士嘅贊助。當然最重要嘅係各位來賓嘅出席同埋參與。希望喺未來嘅歲月裏邊，我哋繼續喺法相嘅大家庭裏邊互相勉勵，互相一齊學習，我哋一齊學習，一齊成長。時間都差唔多啦，雖然係依依不捨，但係總係要講再見。祝福大家身心安泰，福慧增長。下星期就係中秋節啦，各位中秋節快樂！